學校 predict 我數學 M2 會攞4，最後我拎咗5星。我報咗 Wilson Sir 嘅 Intensive M2，我成日會喺做緊嗰陣時見到類似嘅題型，往往都會唔夠時間做，又或者唔識做。報咗 Wilson 之後 ，Wilson Sir 平時上堂都會俾我哋一啲同 DSE 相似嘅題型，令到我哋可以針對性操練，考試嗰陣時就可以通過類似嘅題型，令到我哋做題嘅時間快速縮短咗。最深刻嘅我相信應該係我第一堂上 Wilson Sir 嘅堂，即係直接俾咗份 quiz 我哋做，摸一摸我哋嘅水平，佢亦都可以針對性根據我哋每一個人嘅水平去俾出貼合我哋水平嘅題目。報咗 M2 嘅課程之後，我亦都有上過去無限操數操下 M2 嘅卷啊，甚至係 call 下劇題目。我覺得呢一啲都幫助到我喺考試嗰陣時可以更加得心應手。上堂嘅氣氛比較輕鬆同埋隨和，唔會話有太過嘅壓迫感喺度，喺一個輕鬆嘅環境嗰度進步。你做過去1-2份卷，有一部分係同 DSE 幾貼嘅，有一部分就會難過 DSE， 而我覺得呢一部分都可以令到你成個思維有更加嘅進步。多謝 Wilson。